你有冇見過兩個同年出世嘅人企埋一齊？一個好似後生成10年，唔係化妝，唔係整容，係成個人由入到外，塊面啦、皮膚精神都好似慢咗落嚟。上一集我哋講咗件事，老化唔係淨係跟年紀行，你嘅習慣都夾埋一份。好多人聽完就咁咧，喺心入邊咧，仲有一個問號啦。習慣呢，點解可以影響到老化？佢究竟喺你身體邊度發生緊？今集我哋就一路跟落去，直接跳入你嘅細胞入邊，睇實際發生緊乜。因為習慣呢樣嘢，去到最後真係會一個字一個字寫入你嘅染色體。呢本書咧就叫端粒效應，作者布雷克本喺2009年啦，攞咗諾貝爾醫學獎，而攞獎嘅原因就係佢發現咗端粒同端粒酶點樣保護染色體，即係今集會講嘅個基礎機制。另一位作者 Apple 係一位專門研究壓力嘅健康心理學家，佢哋兩個一個睇細胞，一個睇心理，夾埋做咗一件好特別嘅事。佢哋揾到證據，證明你點過每一日，同你細胞老得幾快，係扣得返埋一齊嘅。可能你會諗，細胞染色體離我好遠喎，但係其實佢好近，佢係你朝早起唔起到身，係你追唔追得到個孫，係你60歲覺得自己45定係70。聽完今集，你會有3樣嘢。第一，你會知道細胞點解會老啊。第二，你會知道壓力點樣，真係整短你嘅細胞。第三，你會攞到3件今日就做得到嘅事。先講機制，你可能仲記得上集個比喻，呢條鞋帶兩頭都有粒膠頭包住，冇咗嗰粒膠頭，條鞋帶就會由頭開始散，越嚟越爛。你每一條染色體兩頭都有一段類似嘅保護帽啦，個名叫端粒。佢冇乜特別嘅基因信息，佢淨係做一份工，唔俾你條染色體散開同磨損。問題喺邊？你啲細胞每分裂一次，呢個保護帽咧就短一截。後生嗰陣夠長嘅，點分裂都夠用。但係一年一年咁落去，佢會越嚟越短。咁當個端粒短到一個位，個細胞咧就會唔再分裂，甚至係變成一個唔生唔死嘅狀態。作者叫呢啲做僵屍細胞，佢哋一積埋，仲會周圍散出發炎嘅信號嘅。你嘅皮膚、血管、器官就係咁開始落。咁點解你要理呢啲僵屍細胞啊？因為佢哋唔止令你外表老，作者話免疫細胞老得快，身體就傾向病多啲康復慢啲，成日都冇晒精神。端粒短，影響嘅係成個人嘅狀態。但係故事仲有另一半，你身體本身有一種酶叫端粒酶，佢可以幫呢個保護帽補返駁返牆即係話呢條線唔係注定淨喺度熟落去。不過咧，要講清楚端粒有幾長，好大部分係天生同年紀決定嘅，唔係你控制到，習慣影響嘅係嗰一小部分。但係正正係你揸到手嗰部分，發現端粒同埋端粒酶點樣運作，就係2009年啦，諾貝爾醫學獎嘅研究。但係要講清楚，諾貝爾獎肯定嘅係端粒同端粒酶咧呢個機制本身，而下面講嘅壓力、汽水點樣影響端粒係另一批研究，證據冇咁硬淨，多數係關聯，唔係因果。我哋會逐個講清楚佢有幾強。第一個反常識
係壓力。你一直以為壓力係一種心情，今日唔開心，捱得過就冇事，瞓返一覺就算數。但係作者想搞清楚一個好實在嘅問題，你半夜瞓唔着嗰種壓力，你成日掛住屋企人嗰種擔心，會唔會真係整斷你啲端粒？呢種壓力好多人都好熟咯，可能係湊緊個孫，可能係照顧緊屋企老人家，可能係份工放唔低，唔係嗰種爆煲嘅壓力，係嗰種日日都喺度放唔低嘅擔心。跟住呢，佢哋就揾咗一批媽媽，有啲長期照顧緊有病嘅仔女，有啲仔女健康，然後量佢哋嘅端粒，再問佢哋自己覺得幾大壓力㗎喇。呢個研究登喺2004年嘅 PNAS， 58位媽媽，結果好得人驚嘅。一個人越覺得自己壓力大，做照顧者嘅年數越長，佢嘅端粒就通常越短。喺嗰個58人嘅研究入邊，壓力最大嗰批人，佢哋嘅端粒呢，咁話短到呢就好似比壓力細嗰批老咗大約10年。但係要記住，呢個係研究入邊嘅平均數，唔係講緊你一個人，即係話壓力唔係淨係喺你個腦度打轉，佢寫咗入你嘅染色體。要講清楚兩樣，第一啦，呢個係一個關聯，唔代表照顧屋企人就會變成咁樣。第二，壓力呢，人人都有，重點唔係要你零壓力，嗰樣根本冇人做得到。講到呢度啦，你可能有啲擔心，唔使驚嘅。作者寫呢本書唔係想嚇你，正相反咧，正因為壓力寫得入細胞，你嘅努力先至都寫得入。下面講嘅就係你手上真係揸到嘅嘢，真正嘅重點喺下一句。同一件麻煩事，點解有啲人好傷嘅，有啲人冇乜事？作者話差別唔喺件事本身，喺你點回應佢。第二個反常識呢，係你點回應。同一封信擺喺面前，一個人當佢係威脅，個心即刻掕住，你成晚諗；另一個當佢係一個挑戰，照解決。作者話呢兩種嘅身體反應長遠對端粒嘅影響唔一樣，所以方向呢，唔係叫你冇壓力，係練返一種回應嘅方式，唔好一有事就當日冧落嚟。咁試下問自己一句啦，呢件事呢，係威脅定係一個挑戰？舉個例，收到一個激嬲你嘅訊息，當威脅你會即刻覆完又諗，成晚瞓唔着；當挑戰呢，你會諗我好啦，呢件事我點查？同一件事，身體收到嘅信號爭好遠。仲有一個更加直接嘅證據，有研究揾咗批人去參加一個3個月嘅冥想閉關，每日呢就係靜坐幾個鐘嘅，再同一批冇去嘅人比較，結果呢，登咗喺2011年去咗閉關嗰批人，佢哋嘅端粒酶活性，即係頭先講補返端粒嗰種酶高咗大約1/3。咁但係最有意思嘅一點啊，喺後邊，唔係冥想本身有乜魔法，研究話個效果係由2樣嘢帶動嘅，一種我掌控到自己生活嘅感覺，同埋一種覺得生活有意義嘅感覺。呢個對你更加實用嘅，你唔使去閉關，但係掌控感同意義感呢2樣嘢，你喺日常生活入邊係養得返嘅，而佢哋
實實在在咁影響緊你啲細胞。點樣掌控感呢？可以由一件好細嘅事開始。今日啦，我搞掂咗一樣嘢，意義感可以係湊孫啊、種花啊，幫到一個人啊，唔使好大件啊，但要係真嘅。所以今個禮拜你可以試3樣，一件煩事啊，問自己係威脅定挑戰。每日搵3分鐘坐低，慢慢透氣，臨瞓前寫低一件你今日覺得有意義嘅小事。唔好睇少呢啲細動作，佢哋唔使你買嘢，唔使你搵多2個鐘，佢哋改嘅係你對壓力嗰下即時反應啊。但係有一句我要特別同你講清楚，如果你長期情緒低落或者焦慮到影響日常生活同瞓覺，呢啲練習唔可以代替專業幫助㗎。嗰陣呢，應該搵醫生㗎嘛，或者輔導。第3個嘅反常識係飲品。我唔同你講戒糖嗰啲大道理，我淨係同你講作者引嘅一個數字。有研究啦，睇咗5000幾個成年人，喺佢哋飲幾多含糖汽水，再量佢哋嘅端粒，結果登喺2014年美國公共衛生期刊。每日飲一罐大約20安士嘅含糖汽水，佢哋啲端粒呢就好似老多咗大約4.6年咁滯。有一個位好有趣，健怡汽水同純果汁喺呢個研究入邊呢都冇同樣嘅關聯。拉短端粒嗰個，特別係含糖嘅汽水，點解一罐汽水會拖累到端粒？作者嘅解釋係長期高糖會引起發炎同氧化壓力，而發炎同埋氧化壓力正正就係磨蝕端粒嘅嘢。咁兜返轉呢，又係同一個機制啦。又要提一句，呢個係喺同一個時間點量出嚟嘅關聯啦。唔等於話飲汽水就實會咁，但一罐汽水本身都唔係唔飲唔得，日日都飲嗰啲就真係好值得諗一諗。所以今日嘅動作呢，好簡單。如果你有飲含糖汽水嘅習慣，試下其中一罐換成水、茶啊，或者無糖有汽水，就一罐已經係一步。講埋一樣啊，你要小心嘅嘢。而家市面上有得賣種端粒檢測嘅，叫你抽啲血啦，話俾你知你啲細胞幾老啊。但係連作者自己都話呢一類商業測試呢，而家對你個人嘅健康決定其實幫唔到乜。唔好因為一個數字俾人呃咗錢，又嚇親自己。呢個正正係我哋呢個台嘅原則，有幾多證據咯，就講幾多嘢。證據強嘅，我哋照講；證據弱嘅，我哋會同你講明佢弱喺邊。好，執返一次，你有冇留意到今集講嘅3樣嘢，冇一樣係要你買返嚟嘅？端粒啦，係反映你細胞老化嘅其中一個指標呢。作者話壓力會拖短佢，咁但係你點回應啦？有冇意義感呢？幫得到手，而少一罐含糖汽水都係幫緊佢。如果今集你淨係記得一樣，我諗你記住呢一樣嘅，揀今日一件令你煩嘅事，喺個心度幫佢改個名，由大件事變做一個挑戰。3、2、1，就今日，因為端粒話俾我哋知，細胞唔係注定淨係一路老落去個方向，
係可以拉返轉嘅。下一集我哋由睇唔到嘅細胞轉去一樣你摸得到嘅嘢，肌肉。講一本台灣醫生陳亮公嘅曾奕玲啊。咁點解40歲之後呢？你唔應該淨係諗住減磅啊，仲要練力。咁如果今集對你有用呢，訂閱客，等下集出嗰陣揾得返。你身邊如果有人成日話壓力啫，唔緊要嘅，share 呢集俾佢。咁最後要講清楚一句，今集講嘅全部係書入邊嘅內容同埋研究，唔係醫療建議。而所有嘅研究啦，講嘅係一種關聯，唔係擔保。如果你有三高，係咪血糖問題啦、腎病啊，或者關節痛，改變飲食同運動之前呢，問一問醫生先啊。多謝你睇到呢度，我哋下集見。